瓜饭。这地瓜都是很小的，不然就很丑的，所以很难处理。那我放这里啊。对吧？我们有这个种子，我们可以自己种南瓜。哦，可以试一下。所以种子还会继续再用，对不对？大早做下肚從冇慳切切，黏高方落幾個地瓜唔偏肉，晚奴都理解做見本一個就記盤掉喎。好像用一下德國來的，曼奴的媽媽。哦，係啊。你提供人要做偏豆咩？就記用幾多的來。你今年德國都弄廿幾樣，我見買的哦，新的哦。煲睇姐姐嘅盒，呢度強讓眼睛眼嫩，但一單長係托吹四吹，吹肉體2-3點鐘。大部分其他迄有皮節，人盡量買皮節啦，迄無佢大點的，迄買唔出去就變皮的呢。哎呀，你要吹無人食，講有機的吹，講好勢，因為佢本身無油的。啊，講白色，因為白色有蟲的，有嘛該。尤其像昨天有花椰菜，它的花椰菜狀況沒有很好，哇，搞好久。他有時候我跟媽奴挑菜要挑到晚上11點、12點，早上起來再煮，不然來不及。为什么每样菜都要称？因為我們會算成本，所以那時候我們要知道我們花了多少錢。對。兩沙分工合作，出盡業業。我為做挑選學科，否認吹到咧從係成為多年素材，本已話到重度歸我嘅感覺。冇用啦，我用3年拍呀。没，这份模样很新开。原来很眯眼啦，眯眼你的工作，那就来了。那么好的狗去哪里找？您现在德国也会煮吗？偶尔会做。對，我一個人住，所以那時候也煮飯。我跟我的父母一起住的時候，煮的比較少。過次冇調肉，關係東西老料理方式沒冇調肉，不過曼奴美食人都當好。比如說，我們從來不會炒蔬菜，我們一直會煮蔬菜，煮到爛才會好吃。啊，你自己吃这边的习惯吗？很習慣，我很喜歡。對，如果知道離開台灣之後，就會很想念這裡的蔬菜，這裡的野菜。对，那这个南瓜是比较黄的，不然它有点绿绿的也很漂亮。就是它的皮我们不会全部削掉，改个皮會留一啲咧。啊，留一啲包起來就好寬咧。可以，因為唔會按整到按爛啊。也就係米醬黃鋪，煮加唔煮下面米醬，本黃鋪食起來很難甜咧。基本一個菜色還有生地瓜個老結挑出嘅冷盒，還有麻油風菜老豆腐汁玻璃出嚟掉。呀，豆腐乳怎麼了 Should use more.？Really? I don't know. Do you think so? 你可以嘗一下。No, I don't think so because 你在用的時候，你一樣先用下面的，我講過，下面是夠鹹的。看起來感情當好係兩個人，上司咪會味道隨得晒嘅松草。兩個人都脾氣很硬的，對，所以菜單可能要炒2-3次，到後來不得不了才決定。對，一個人要放棄。對，一個人要放棄，其中一道菜會怎麼樣？對。還有我一直是怕不夠的人。對，媽奴會怕分量不夠，對，所以明明2 K 就夠的菜，我們要訂到3 K，然後就多很多菜下來。曼奴講佢最後談兩隻上，不過贊助盤掉嘅時節，是連盤全冇煮熟，都流氣。其實唔使用過，唔會煮啊，唔係我煮伊叫嘅，唔係嘅外國嘅加喺度，所以嗰種給你就煮翻米是冇挑啦，分安尼。一送到人數，我就講拍攝，今日米冇煮熟，佢都冇可能再發生呢種事情，拍攝。大概都我講媽媽煮飯就會騰騰啊，就騰到旁邊啊，佢做嘛就做嘛㗎。雖然我聽不懂，但是高帆一直說他媽媽煮的菜最好吃。真的。好香哎。什麼好香？豆干，对，它的豆干真的很香。我们用这个碗是为了看到底是1碗还是8成还是多少。
do it. And live here or okay, cool. Looks like sunset. 太太在这个盘条个，大家都答来名个盘条几多，马个唔是全都下来，上司大送。对，很有意思的部分是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餐盒，对便当盒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太懂要怎么用。这个是最麻烦的，每一个盒子都长得不一样，可是也很好玩。为到环保，遇到离片线天出嘅犧牲體，唔過換類嘅係對環境嘅尊重。環保就是算是比較麻煩，因為你要改變習慣。我覺得對，這個就是呀，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是麻煩的事情，習慣就好。沒錯。哎，快點！咦，買偏洞進門邊啊？8點8一聽，10點聽12點就有偏洞啊。但係亞中的頭一禮拜就要先聽下禮拜的偏洞，你就要先提供下禮拜有韓學生嘛。個當然都唔關事，要準備兩個偏洞下唄。誰搶來一隻人綜合本機，要幫一隻搶第二轉來。下擺就你就會唔記得啦。啊，我忘了帶，唔記得帶，要用誒。Manu, I pass you one. I pass you. Yeah. Okay. Yeah. Cool. Let's go. Or maybe a little. 出發啦！幾多個人下提提係動畫大學嘅教主任，當然愛趕啲12點半之前將盤條盒送出去。For here. 啊，對。所以我會去送4個老師啦，Manu會送你一些資源。給你要4個人。Yep。8年高中時推介書包，兩隻手係拿嚟黏呢個盤條盒，為咗環保，除了愛去飼料，咪唔錯填台。謝謝。對，是。好，往下換一下。交換一下，這是紅的。哎 ，OK， 謝謝。謝謝你。然後這是425塊。對，哦，那太好了。好，謝謝。謝謝。它是確實比較清淡吶，可是我覺得就是這樣子。然後那便當剛打開的時候，你會覺得很香，就是菜的香，哎，就是菜的香，哎，所以覺得非常舒服。我本身也是平常也是素食这样子，那所以当我看到这计划，第一个我就觉得啊，完全符合我需求，我完全不管他们是不是很会做菜的人。我需要 step。本人想唔到嘅係，除了有機農夫，未留幾條填盤條盒。就感觉还蛮亲切，因为都是自己种的菜，我自己觉得真的是没有赚到什么钱，就是纯粹是志工然后去做，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需要支持，就像我们有机蔬菜需要支持一样，对啊。對填盤條盒嘅嘢，內界最出色嘅基礎，了解後生人嘅行圖，而兩隻社種頭，慢慢呢得到回響。